行了，走吧。那你呢？我抽完烟就走。那行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吗？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，快坐。我煲了汤等你回家，可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怕汤都凉了，就给你拿过来了。我弄给你喝吧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next.